大家平安，平安，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在这里聚集。那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纪念我们耶稣为我们的死，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带领我们来胜过这个世界。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胜过这世界》。胜过这世界，因有耶稣在我心，黑暗权势已破碎，因耶稣基督宝血。我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，我必能得胜，我能胜过这世界，我能胜过这世界，因有耶稣在我心，黑暗权势已破碎，因耶稣基督宝血。我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，我必能得胜。哈利路亚，高举主得胜旌旗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，兴起主大能教会，为主发光，照亮黑暗的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高举主得胜旌旗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，兴起主大能教会，为主发光，照亮黑暗的世界。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，我必能得胜。哈利路亚，高举主的，我请会众把我手借给我们。主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，兴起主大能教会，为主发光，照亮黑暗，我能胜过这世界。我能胜过这世界，有耶稣在我心。黑暗权势已破碎，因耶稣基督宝血。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，我必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高举主得胜旌旗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，兴起主大能教会，为主发光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高举主得胜旌旗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，兴起主大能教会，为主发光。再一次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高举主得胜旌旗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，兴起主大能教会，为主发光，照亮黑暗的世界。是的，我们要确信我们能够胜过这世界，因为有位全能的上帝在带领我们，他凡事都能做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上帝能够》。
现在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用渴望的心来唱安静。当大海翻腾。